朝辞白帝彩云间，时光倒流香不香？我4级了，你还敢出来？我去起来开个道！哎呦，蓝领王，哎呦，撒线跑，嘿嘿，哎呦，救我救我！时光倒流。小乔1级有1闪的时候呢是最强的，4级有大招之后呢也是很强的。看这个貂蝉敢不敢跟我打？好，玉胖，我睡起来开个大招，哎，走位躲一下，回头望月，哎，我没血了，救我救我救我！再次时光倒流。现在时空有点错乱啊，每次用完这个时光倒流都会死一次，现在稳一点。还是那句话，我的小乔4级的话呢是一个强势期。好，你还敢跟我打什么？我去起来开个大招，哎呦，我进化，哎呦哎呦哎呦，撒线跑，嘿嘿，防御层刀塔，哎，给我死，嘿嘿，单杀。这把逆风可不怪我，我拿了1个岩头1个助攻的，扯平一下加我用了2次时光倒流，我就死了1次。哎，这蓝领王，哎，我原地去起来开个大招，哎呦，爆炸！